肥男變乾屍，社署代交租，死咗冇人知。47歲獨居嘅鄭福勤喺村屋裏面死咗足足成年，變埋乾屍都冇人知。原本肥胖嘅身材都縮晒水，有精神病嘅佢靠綜援為生，但係社署冇派人定期探佢，只係自動轉賬幫佢交租。佢踩單車出去跌親啊，入咗去個幾月嘅，救護員係舊年係推車咗佢入嚟之後呢，就一直都冇見過呢個人。住喺隔離嘅黃女士就話，之後佢間屋就傳出臭味，佢頂唔順，打俾包租婆叫佢嚟睇下。想推嗰道門呢，就冇人頂住啦，即係冇懷疑佢喺入。包租婆仲以為鄭福勤失咗蹤。咁就係我社會福利處咯，社工又話唔關佢事，佢就話玻璃踢咯，好激氣啊！到尋日朝，佢帶埋工人嚟清潔。我咪用一支棍捅開嗰道門咯，睇到個雙腳，睇到隻左手，乾太黑掹咯。啲肉就係捏曬入去定咩？收晒㗎已經。仲睇得咁清楚咩？唔驚㗎。你個單位咧？街坊同議員都炮轟社署，竟然1年嚟都冇人跟進死者嘅個案。咁多個月，你咪應該要睇睇做咩事咧？因為特別咧，你綜援咧最緊要嗰個問題咧就係你寄信俾佢，佢冇覆信，咁你冇理由再俾錢佢啊嘛。佢仲話社署應該定期復檢受助個案。